哇！真係好高質啊！好耐冇對一個 MV 嘅讚嘆度咁高啊！Hello， 各位副歌大家好，我係闊男，like share 開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先啱。今日咧，我哋要嚟 react 嘅歌咧，就係 Jeremy 新出嘅阿波羅。唔係呢個波羅，係希臘神話入邊嗰個阿波羅。咁阿波羅咧就係古希臘神話入邊嘅光明之神、文藝之神。同時亦都係羅馬神話入邊嘅太陽神。咁我發現咧，阿 Jeremy 佢嘅歌入邊咧，經常都係一啲神啊、魔啊。第一首嘅伴啦，就係好似半獸人咁嘅主題啦，跟住到狗啦、九尾狐咁樣嘅妖嘅主題。咁到今次阿波羅咯，似乎係用神嚟做主題嘅。咁而且今次咧又係阿波仔做導演啦。咁睇過之前波仔嘅兩個作品，包括阿許廷鏗嘅 MV 啦，同埋 Dolly Talk 嘅 MV。咁佢做導演咧都係幾唔錯㗎。而且今次仲要去到雪地取景，我睇嗰啲 teaser photo 咧非常之咁靚，令到我對呢一個 MV 咧係充滿期待嘅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呢個阿波羅。Pen 牌 Apple Pen 4K 嘅畫面質素值得讚賞。哇，好靚啊啲景！哇！啲攝影真係好掂。誰人站在煉獄等一道光？誰人就於苦海等一個岸？誰人跪下學習你？原來學習愛上同坐，但惜始終要學悔過。當我繼續渴望碰每一個太陽，請你繼續記住每一種黑暗，全部曬在皮膚，要讓皮膚繼續去剝落，落到心中可叫靈魂亦再生。曾用爛的石頭作説幾多愛，還用爛了的釋懷過幾首詩，還在惡的面前毒殺幾個夢作惡。可以幾多黑暗亦會發光，期望再生走陪地與天，在心中我仍舊在想阿波羅，仍舊照亮重入的哇！我個景真係靚到黐孖筋啊！再加埋佢嗰套白色嘅衫咧，哇！我真係好中意呢一種嘅視覺效果，加埋本身個攝影同燈光都非常之犀利啦。當然你雪景裏面可能未必打好多燈嘅，但係嗰個黑夜裏面嘅火光啦，嗰個都係個畫面上做得非常之好。而一開始嘅時候睇到佢埋緊啲唔知乜嘢啦，一陣我嚟睇 description 睇下，或者睇完成個 MV 之後睇下會唔會揾到個解釋。但係 so far 嚟講咧，我覺得個畫面上嘅處理係真係非常之高分。歌方面咧，暫時聽個旋律係好聽嘅，咁啊亦都有阿 Jeremy 適合嘅嗰種有少少黑暗嘅風格喺裏面啦。作為一個歌手係要嘗試唔同嘅曲風。繼續睇片先。當我繼續渴望碰每一個太陽，請你繼續記住每一種黑暗。當一些缺陷曬在前身，一些希冀照在前面，看得煙飛的半月蓋在霧霾亦會發光。當得煙飛的聲音不停發問，能再認識我什麼？
哦，我 get 到啦，果然同我諗嘅思路都係差唔多，即係其實個 concept 咧有少少似姜濤嘅鏡中鏡，都係講緊一個人有自己嘅另一面，咁亦都同伴咧有少少延續嘅意味啦，都係講緊自己光明嘅一面同黑暗嘅一面。咁而今次咧，佢一開始咧就想去埋藏自己嘅陰暗面啦，咁但係結果咧，發覺都係會追住自己嘅時候，就不如去擁抱自己嘅黑暗，去面對一啲嘢。咁我覺得，哇！喺呢個構思上咧係幾好嘅，即係幾靚啊成件事。歌嚟講咧，我好中意 Jeremy 啱先嘅嗰段 ad-lib 啦，有嗰種幽怨嘅凄美喺裏面，亦都好適合佢嘅。用冷的石頭作碎幾多愛，還用爛了的釋懷過幾首詩，還在我的面前毒殺幾個夢捉過，可以幾多黑暗都不黑暗，期望在身走背的。喂，啱先我見到穿崩位啦，因為呢個替身咧係黑色頭髮 ，Jeremy 咧係金色頭髮啊，細節位啊！天在心中我，仍舊在想阿波羅，仍舊照亮在暗的光。無論我的未來尚有幾多個，來用月桂冠冕盛載幾杯喝，還用箭與書琴拉幾段哇，靚到啊！波仔嘅勁，唔知邊度取景嘅咧？我俾呢個 MV 好高分數 ，concept 好啦，個畫面超靚，跟住首歌嘅旋律亦都唔錯，而且仲好適合 Jeremy。因為其實 Jeremy 真係唔係任何歌都 carry 到啊！再講句，佢自己當時推出嘅嗰首《夢言》就真係我嘗試過好多次去聽。都係聽唔晒成首，所以其實我都覺得一個 artist 咧，一定係要你設計好晒先去推佢出嚟。呢個係喺一個包裝嘅範疇裡面。好啦，到睇 description 嘅時間，生死無常，善惡難分，但係我哋都心中有數。明知一死就要重生，明知曾經作過惡，就要努力向着善。呢首歌係一個禱告，向着阿波羅發的禱告，向住自己發嘅禱告。同召喚。假如阿波羅曾經剝過人皮，曾經濫殺無辜，曾經殘害所愛，邊個冇黑暗嘅過去？假如阿波羅可以走過黑暗，終於成為光明之神，我哋又可唔可以呢？半係經歷人嘅多元多樣，九係探究人嘅選擇同承擔。阿波羅就係明白咗光明嘅地方總伴着黑暗，而人總帶着身後的影，但係我哋總可以努力的，將一個唔完美嘅自己變成一個更好嘅自己，真係幾好喎！但係我好好奇究竟喺邊度拍嘅咧？呢個 MV，哇，真係好高質啊！好耐冇對一個 MV 嘅讚嘆度咁高啊！哦，原來呢個 MV 係喺北海道嗰度拍攝嘅，北海道嘅旭岳美瑛七星之樹嗰度拍。負責人程小姐就指當時北海道只有山上大雪，而當日嘅溫度大概係-5度。哇！呢個 MV 相信拍攝嘅過程咧係經歷咗好多嘅辛酸，但係出到嚟個作品靚到咁樣咧，我覺得係絕對值得。講到阿 Boris 導演啦，年少有為，由本身一個已經好成功嘅 YouTuber 啦，轉型做導演之後，亦都推出咗好成功嘅作品。其實我都真係幾佩服佢嘅。咁而最近咧，除咗 Jeremy 嘅新 MV 之外，Lolly Talk 嘅5種愛的物語咧，
亦都因為過咗200萬嘅觀看次數啦，就推出咗一個波仔收埋咗嘅特別版啊！咁啊，既然睇開波仔導演啲作品，梗係要睇埋佢噶啦。總愛的物語 Special Ver Music Video， 其實係咪即係 Dance Ver 咧？OK，let's check it out，check it out 啊！呢個版本可唔可以多啲膽 B 嘅鏡頭？有彈呢？大半啦，因為拍跳舞呢家嘢咧，其實唔係一個咁容易掌握到嘅一種 sense。因為以前我同 Himto 夾過啦，咁其實喺佢身上咧都了解到，原來拍跳舞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。即係好多導演咧，可能平時好識得點樣將畫面拍得好靚，但係拍跳舞咧就未必就到嗰種動感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波仔仲可以再進步嘅地方。當然呢個 MV 其實都唔錯啦，即係我就 focus 喺蛋 B 嗰度啦。當你 focus 喺班女女身上嘅時候咧，有時候真係唔係好注意到個鏡頭點樣。當身處漆黑也得你燃亮到底。冚咗巴添，話咗你。哦，原來個特別版咧特別喺呢度，啊，又真係幾特別喎！所以我係真係幾欣賞波仔，佢真係幾有才華嘅一個導演啊！好啦，唔知大家點睇我今日 react 嘅呢兩個 MV 咧，或者對呢一條 reaction
有啲咩 comment 咧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先唔會錯過我嘅新片噶嘛。想支持我嘅話，歡迎去買我好姊妹嘅首飾，或者買我件 T 恤，或者加入會員頻道同埋 PayMe 支持我噶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！又嚟到尊貴嘅會員多謝時間，而家我哋嘅會員總人數終於去到53個人啦。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，令到我可以繼續拍 YouTube， 亦都有返少少微薄嘅收入。希望多啲人加入會員，等我可以靠 YouTube 生存到啦。多謝大家！